结大无味，我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啊，个袂歹听啦，吼啊！不过你就是真的对上帝唱出来要奉献，主，咱的甘心的乐意，吼乐意的奉献，主。会所欢喜，伊会要感恩，所以咱个一个就好来，甘变来，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好，咱过来看另外一张，一个269首的269的。好，这个前面有一个领唱，这个领唱可能后礼拜来那个陈淑芬老师也领唱。也说不定，因为我唔知，伊后礼拜请咱大家尽量会当的话，你可以8点40就到。8点40。没9点40，对不起，我伤紧张，因为我做艰难，就9点40，那会当的话，因为伊会。要做咧摆进前，伊要甲咱讲伊整个的程序，啊，也是我甲咱团练一下。当然，你若会当个愈早愈好，吼，安尼，无安尼啊，讲等老，哈，好的。那所以现在前面的这一句我来唱，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唱过一次，所以前面这一句我来先代替，我来先领唱，然后你们才接后面来背，请。好，来哦，的上主，不对，这是华语，这是华语，这只有这一首是华语。你看我实在有一点问题了。好，来背，来这没有这个你们不唱，这个是领唱的，只有一个人唱。好，来赞美上主，我们来赞美主。来赞美上主，我们来赞美主。3，弟兄姐妹大家来，同爱主，诚心实意。弟兄姐妹大家来，归荣耀独一真神。来歌颂上主，我们来歌颂主。来歌颂上主，我们来歌颂主。弟兄姐妹大家来，同爱主，诚心实意。弟兄姐妹大家来，归荣耀独一真神。然后马上前奏第25啊，它是连着的，所以下面的25首本呢。基表鲜明，只献个比例，对比主甲故事为通讲起，充满荣耀献给听堂主兄弟，乐好声乐，基表鲜明。来，这里前面是1到5，都是基表鲜明。不显兄弟，不显兄弟，只有最后面才是因我兄弟。他只唱1、2、3、6节，好，我们来第一节就好，因为时间无3、5吼。基本来，基表鲜明，只显个比例，对比主甲故事为通讲起。
充满荣耀献给听堂主上帝，落山那奇妙生命。好，咱一间的。即摆若第20个是母性哦，所以后礼拜咱若唱的是母性上帝、父性上帝，吼，毋是母性上帝、爸性上帝，毋是母甲父。好，咱搁行过后壁，我心尊主最大，44。本来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我来欢喜。看顾秘密是温救我，万世讲我福气。全能上帝。为我来行伟大奇妙代志，星星开啦，为我来正，我生命受鼓起。OK， 伊会叫咱唱2摆，好，咱来愿上主大仁爱。好，直接给我。愿上主大仁爱，也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我主眼光瞥着你眼珠。必看待你，主先心不受你对自己高也世代。我们再一次来，愿上主大仁爱，也踮你心内，主会听。时刻，甲你应同在，我主眼光偏照你，眼珠必看待你，真心心不受你对自己高言世代。好，慢慢，咱即马有较侪人来，所以咱即马直接唱一次。后礼拜奉献诗，因为真侪人头家拢无唱着吼。甘心的奉献来变，咱唱一届吼。后礼拜的奉献诗是唱7条，除了咱的11奉献以外，咱的奉献诗就是1条吼。变来。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有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好，请咱准备心，上到来敬拜主。
当礼拜要开始，请咱安静咱的心。有早手机的，请咱关机。摇花城的百姓啊，恁着唱歌学乐伊，纪念伊的圣名来感谢伊。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第33首，圣诗第33首。摇花来唱新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灵圣主，是
元徛伫，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上帝，永恒是要相信所归回，在地的在地的，从来要永远的。请坐。当心来启用，启用文第五，启用文第五，也就是诗篇第19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8页的所在。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用。这一天讲起上帝的阳光，强冲不用伊的手所做，迄日对迄日发出言语，即暝对迄暝传出财物，无言无语，伊的声无人听见，伊的准旨遍在天下，伊的言语到伫地极。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房，日头亲像新竞赛出伊的房，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伊对天的即边出，射到天的迄边，无一项物藏捌，无得到伊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招长，为互人的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为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为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为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概是公义。比金比最好金较通金木，比蜜比芳芳滴落来蜜较甜。故你的奴仆对这个受警戒，守者的有大赏赐。一嘴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除去我暗钱的过失，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摇花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得到面前得到接纳。咱当过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4首，圣诗第14首，那落直直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救赎稳定的上帝，伫这个疫情听候疫情复原的这个时阵，是互阮安静反省家己的时间。求圣神光照阮，互阮看见家己的亏欠。求你赦免阮常常掠家己最大的罪，阮来得罪你，也伤害了别人。求你也赦免阮常常伫血气的纷争甲怨妒中，求你赦免阮骄傲的态度，帮助阮会当有清气的心来服侍你，帮助阮有谦卑的心来对待人。求你时时来提醒阮。常常来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人的需要，看见人福音的需要，用你赏赐阮的疼来彼此相疼。天父上帝，你将阮放伫社会中各样的工作甲位置，是要爱阮做你的盐做光，活出主耶稣的模样，为你来做见证，会当甲真理感染互身躯边的人来传扬你的福音，这是阮的使命，也是阮的大福气。主耶稣，你的降生为阮带来对天父上帝的信心，互阮会当伫你的疼内面得到成长甲坚固。感谢你伫阮受苦的所在，甲阮同在，陪伴阮面对悲伤甲艰难的时刻，对阮受苦的日子行到今仔日。若毋是有你的看顾甲保护，哪有阮现在平安？主耶稣，我要对你讲，阮信，可是阮的信心无够野，求你帮助阮。愿天父上帝就是阮的愿望，赏赐互阮充满喜乐甲平安，互阮的愿望会当照着圣神不断的增加。听阮祈祷的上帝，求你用你的怜悯慈悲看顾阮。有病痛的兄弟姊妹，用你的大权能会当医治因，圣神的快乐会当安慰因，互因有信心甲耐心，互因会当赢过病的痛苦，早日恢复勇行来，甲阮同齐敬拜你。用光你的圣名，请你赐予牧师属神的智慧，用你所属圣经的道理来教导阮。祈祷是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章13节到22节。今天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章13到22节。我用和合本的修订本来读。约翰福音2章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他看见圣殿里有卖牛、羊和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着。
耶稣就拿着绳子做成鞭子，把所有的，包括牛羊，都赶出圣殿，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表明你可以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重建。”犹太人说：“这殿造了46年，你3日内就能重建吗？”但耶稣所说的殿是指他的身体，所以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想起他曾经说过这事，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真侪咱的智慧甲帮助。这时社青团契要带咱来阿罗上帝，因要所吟的诗歌是你的话。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甘纳。
今仔日是大斋祭期第3主日，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牛戆 VS 人的智慧。咱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平安咱真感谢谢清堂客带咱来伫遮敬拜上帝。伊透过诗歌内面，搁一届来提醒咱着将上帝的话语来藏伫咱的心内，免得咱来得罪咱的主。有当时即句话讲了真简单，但是实际上要做出来，确实非常的困难。因为咱拢知影上帝话语，但是咱并无真正甲伊刻伫咱的心内，直到咱伫真侪时阵，咱来得罪咱的主，叫咱家己毋知。求主帮助咱这是咱当心来祈祷。某丰盛稳定、慈悲怜悯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主你会听，主你欢喜屈客你家己。来成做人，道成肉体来到伫即个世间，为着要来承担阮众人的罪，互你的救恩会通来临到伫阮所有见若信你的，就要来得到安尼的稳定。愿你圣神亲自不断来光照阮，来提醒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会通安尼，互主你的名来得到荣光，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领受即个约翰福音书的即个经段是有关主耶稣伊清起即个圣殿的即个记事。即个经段伫咧即个3年一轮3年1轮的这个经课表里面，只简单安尼出现一摆。就是拄好伫咧即个安尼乙年伊有分甲乙丙3年乙年的即个大斋节期的即个第3主日的即个所在来出现。伫咧即个清气圣殿久长以来，拢是当作是一个洁净的一个象征特别是要为着遐个准备要伫咧国外节前来受洗礼的人，照着即个国外的基督会通甲国外的基督来安尼连结，成做基督身躯的一个体来安尼正信徒会通成做一个新的圣殿。因安尼，所以伊要展现的一个真重要的意义是伫咧即个洗礼顶面，嘛是伫咧搬过节前，咱的心所着爱备办的。这正是一个即个安尼大斋节期第3主日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意涵。伫咧逐摆即个节期的即个礼拜中间所选择采用的即个咱讲即个经段拢是安尼取着即个经段内面的侪的即个上灯。来要帮助咱的信仰会通安尼，搁较往前来迈一步出去。约翰福音书的即个作者，将即个记事、即个事件放伫咧耶稣宣教的迄个生涯的初期的即个时段。咱若对约翰福音来看的时阵，咱就通看见讲耶稣安尼有几遍安尼上耶路撒冷。伫咧即个约翰福音，伫咧咱看见，今仔日即段记事，拄好是耶稣的第一遍上耶路撒冷的一个记事。安尼所以约翰福音的即个作者将即个甲放伫咧耶稣的第一遍安尼上耶路撒冷拄好，阁是伫咧即个搬过节的时阵来上耶路撒冷有伊的目的。作者伊要透过着即段的即个记事，要来象征着耶稣是即个以色列搬过节的迄个羊羔要伫咧安尼迄个当伫咧迄个备办的迄一日要来安尼受胎。耶稣清起圣殿的即个记事，伫咧4本的即个福音书的内面拢有记载。伫咧迄个中间，安尼会通讲所有其他的3个经段内面的记事拢真接近，但是敢若约翰福音所根据的，并毋是安尼，亲像即个马可十1章15、19、17节共款将即个安尼讲迄
迄个以赛亚，伊是将迄个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甲到耶利米书的迄个第7章11节的迄个记载，安尼将因来甲夹满来。反正伊伫约翰福音书内面，伊是互耶稣用着迄个撒加利亚书14章21节所记载。安尼所伫遐关系到迄个上帝圣殿内面遐做生理的人的方式来甲伊赶因出去，安尼迄款安尼的技术。佮伫咧今仔日咱的经段内面，迄个我的爸的厝，是讲上帝的厝，对约翰即个约翰福音书的即个作者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作者有意思。要互即个事，甲着即个强关福音内面，迄个原底本地迄个审判的迄个场景，迄个伊伫咧内底经文内底讲，即个殿的迄个讲法，来产生了一个互相安尼讲替换的一个效果。伊伫遐讲讲恁安尼毁坏即个殿，我3日要过起伊啊！伫迄个所在安尼。迄落会通伫迄个所在看见着讲人的手伫遐所起造的以及甲毋是人的手所起造的，伫迄个所在来伫遐来相对应上帝的殿。佮今仔日咱所伫咧即个所在会看见的即个经段，咱若是佮延伸继续往那个23到25节来看的时阵，主耶稣伫咧对伫伊安尼。伫咧伊对世人中各活了，伊所信的，伊遐的门徒伫遐讲伊就信耶稣所讲的，以及信圣经内面所讲的。这段内面到底门徒到底是信圣经内底的什么货？佮甲这段圣经迄个关系圣殿的这个经段安尼。拢已经安尼，互耶稣所讲的话安尼所应验，佮圣经的迄个经文同款需要安尼被遵守。现在咱会感觉讲，你若是对即个经段内面来看的时阵，会看见讲门徒伫咧迄个中间安尼，因是等到主耶稣搁活了才信。咱会有当时会感觉讲，安尼这个门徒。安尼感觉因的信心还阁非常的欠缺，爱等到耶稣搁活了才信伊所讲的话。但是约翰福音书作者伊伫咧安尼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的后面，伊遐提起着，伊讲讲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迄个神业，就信伊的名，但是耶稣知影人心内所藏的。伫咧迄个所在，伊伫迄个所在讲起着讲伫遐安尼，耶稣安尼知影人的心，甲伊的心内面所藏的并无将家己来交互遮的即款安尼真脆弱的迄种安尼真软弱的迄个心的顶面。迄个约翰福音提起有一种。对耶稣的信心，迄种互人安尼感觉会感觉遗憾的代志，就是耶路撒冷遮的群众，因为耶稣伊所行的遮的生涯，递到罗马手因煞来分裂迄个安尼拿来拿扩大，是有信心，但是并无拢达得信靠，就是讲迄个信心。毋是通安尼讲，不是可以值得信赖的信心。今仔日咱经段正拄伫遐咧光照着咱的内心的迄款的状况。伫咧主耶稣的时代，希律王伊用46年的时间，安尼来重建着迄个圣殿。伊伫咧迄所在即个圣殿通讲咱即马咱所看到即张相片，这是伫咧以色列的迄个博物馆迄个第3圣殿的迄个模型，就是希律王伊重新搁起造的迄个圣殿。所以即个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迄是一个真富丽堂皇的一个圣殿，是非常的堂皇。所以
有一遍伫咧耶稣安尼甲着伊的门徒对圣殿出来的时阵，嘛有一个学生来对伊讲先生啊，你看咧，即号石甲着即号的厝体，咱就通看见讲以色列这个百姓对伫即座圣殿因所感觉迄款安尼迄骄傲，但是伫咧圣殿内面却是充满了安尼有卖牛的、羊的，甲着钱仔。鸽子，甲着遮个换钱的伫遐得坐，所以这互上帝圣殿失去伊原底去做应该爱有的迄款安尼的目的。伫咧这个圣殿内面，伫遐咧出入入的人，安尼因嘛无感觉着讲有啥物款安尼毋对的所在，甚至认为讲本来就应该是安尼嘛。这地到伫，互主耶稣看了，今仔日经文内面讲讲伊心内亲像火在倒，所以就用着迄个锁做边来赶这个人，甲着这个羊牛拢出殿，搁车倒换钱的人的钱安尼讲并恁等因会倒，因为因将上帝的殿变做买卖的厝。今仔日咱诚做主安尼的学生，咱讲咱是主的门徒，咱诚做上帝家内的一份子，咱兼有共款将上帝的殿安尼变成做迄个做买卖的厝。使徒保罗讲是恁迄落，伊伫遐讲着讲是恁毋知恁的身躯就是神圣的殿。圣神点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个恁毋是家己的。但是咱却是将安尼做安尼，咱世间会做迄款安尼的观念做世间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行为来看做是一个应该是叫做正常的。是通去倒无的，安尼咱甲当时踮伫咧遐个圣殿内面，伫遐咧做买卖人，安尼有啥物无共的所在？是毋是空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分安尼一个基督徒安尼真好的好名声，心内却是充满了侪误会拉散，家己却毋知影。甚至佫为着安尼会通讲，咱甚至为着咱安尼有侪的遮个安尼遮个世间的遮个观念、价值观、意识形态、行为来看做讲安尼是通沾自喜。如果有问题拢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今仔日咱今仔日安尼，如果咱搁来回想着咱顶礼拜咱所领受的迄个经段内面，主要所讲讲若有人爱要对我，就着看无家己，压抑的世界来对我。什么是叫做看无家己？乃是毋看家己，搁安那？毋然呢？讲伊迄个就是讲，伊是一个迄个看无家己的意思是，毋是看见家己，嘛毋是少看家己，乃是要爱毋看家己，也就是咱所注目的迄个焦点，咱毋是伫咱家己本身，乃是伫咱所信的即个主上帝顶面。知影咱不过是人，互咱愿意安尼放下咱家己的权利。转来到伫人应该爱有的迄个本位的迄个顶面，也就是讲，咱应该爱做好咱人的本分，咱无应该爱超越过咱的本分去做上帝的所伫应该爱做的。有一遍有一个人安尼来就问耶稣讲：“先生啊，我着安尼行什么好，通好来得到永活？”耶稣甲伊讲啦，讲。无伫杀死人无伫行奸淫等等遮个，哇！甲伊讲一堆了，伊讲遮个我拢有做。
耶稣佫甲伊讲，你着爱做完全人，着去卖你所有的来，互送向人，就有财宝伫天里，佫来对我。这个少年的官听见着这个话，忧闷就去，因为伊的产业真济。重点无伫咧这个所在，伫咧路尾。伫咧迄个路尾的时阵，彼得来应耶稣讲安怎讲？讲阮捌放下一切来对你，阮要得到什么啊？当彼得伫遐咧问耶稣即个问题的时阵，伊讲阮捌放下一切来对你的时阵，你想，当伊安尼咧问的时阵，恁认为伊敢有真正放下一切？伊若真正有放下一切，伊就袂阁问讲阮有放下一切。因为当伊咧想伊有放下一切的时阵，实际上就已经无放下一切。这是一个逻辑的观念。当你伫遐咧想的时阵，你敢有真正放下？什么叫做放下一切？就是叫做什么拢唔通想。咱唔通想讲啊，安尼，迄落安尼，亲像彼得伊伫遐讲，伊讲我放下一切，后壁佫一句讲啦，阮要得到什么啊？伊放下一切是期待要得到什么？但是军队主是因为伊是值得咱来敬拜。值得咱来学乐的这位主，敢毋是？是咱通无条件来伫遐来军队，是咱愿意放下咱家己一切权利，来互伊掌管咱的一生。如果咱的心内犹原充满了侪的迄款的自我，认为咱为主做偌尼啊侪代志，安尼伫咧上帝面前，咱有安尼有偌尼啊侪功劳，若无功劳，啊无嘛有苦劳。安尼，咱的心内，咱的心中的迄个上圣殿，因为充满了侪这肉体需要，以及目睭的需要，以及人生的这骄傲，就已经拢无互主来踮伫咱的心内，来掌管咱的一生，来伫咱的心内做主做王。就咱讲，咱家己有偌尼啊安尼敬虔，咱偌尼啊听主，偌尼啊有信仰，即款的信仰拢是虚的。是无完全的。当圣殿，当世间人看安尼看重即个圣殿的即个外观的迄个安尼讲，迄个东方迄个美丽时阵，伊所想到的是讲一个即个礼拜堂即个圣殿的内面会通伫遐我会通伫遐卖牛、卖羊、卖粉饺会通伫遐来换钱来伫遐趁茶叶。因就近圣殿，毋是要亲近上帝，是要来对遐来得到因所期待，要爱得到的。若是主耶稣安怎讲？伊讲哪？讲带这的物去，毋通用我的爸的厝做买卖的厝。若是马可福音书内面的记载，主耶稣伊讲了搁较严重。伊讲安怎？讲兼无记载嘛，我的厝要称作万邦基督的厝，若是恁互伊做插手。主耶稣伊体贴爸上帝的心意，伊凡事高举上帝，无掠家己安尼较过头伫上帝。伊讲哪？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囝若毋是看爸行的，就家己袂行什么，因为囝若爸所行的，囝也照安尼来行。使徒保罗伊嘛安尼讲，因为我对所因为我对所互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想来忖度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想事，逐人信的迄个分量。伫咧即个所在。那华语，伊讲安那，来，咱同齐来念这段。讲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咱他拄仔所读的这个经段内面，咱会通看到一件安尼，伊拢咧讲一件代志，就是唔通看家己过头伫咱的主上帝。这也就是伫咧咱即个通用节期迄个经课内面，即个大斋节期第3主日，即个旧约的部分内面也就是伫咧迄个旧约的部分，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17节内面，遐上帝所颁布的迄个10条诫的诫命。伫迄个所在，安尼伊伫遐讲迄啥？伊讲唔通除了我以外，唔通有别个上帝，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唔通做因的像，唔通敬拜因，也唔通服侍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用阮别个上帝匹我，万分我的，我归咎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的、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予伊，直到1000代。后壁佫讲，我啦，唔通南山称呼耶和华的你的上帝的名，因为南山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做。后壁还佫有其他的，伫即个所在，主耶稣以凡事来做咱的模范，伊。放下天顶原底迄个本地阳光的宝座，无掠家己甲上帝做平等，咱囝毋是搁较爱尊主做大吗？咱安尼无应该，安尼咱无掠家己做智慧，高举咱家己，甚至偏袒咱家己的过去，就知影毋是上帝恩典，咱什么都拢毋是。若毋是上帝恩典，咱所努力的，拢总是空空。如果咱若看无家己的即个性命的状况，咱无看见咱家己迄个伫咧即个所在上帝讲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咱却是将咱家己当作上帝来看的时阵，安尼，甲着咱今仔日所读的。也毋是伫遐安尼互相来安尼冲突嘛？只有当咱欢喜伫迄个所在来，咱讲倒空咱家己，放下咱家己应该有的迄个权利，讲赶出伫遐毋伫咱心内做迄个无属上帝的心意，以及安尼并联长咱伫咱做伫咧即个世间的做遮个价值观。互咱转去到人应该爱有的迄个本位的顶面，然后请主来踮伫咱的心中来坐位，互伊来掌管咱的一生。咱就要搁一摆来经验主伊所应允对咱讲的，讲安那？伊讲上帝对伊所疼的人所比办的是啥？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咱竟无安尼的期待嘛？如果今仔日咱所信的，拢总是干那伫咧咱有法度想象的范围内面，安尼迄款的信仰有啥物通好信的？但是上帝伊为咱所备办的，是咱目睭袂捌看见的，耳孔袂捌听见的，佮人的心袂捌想到的。伊所为咱备办的是安尼的，但是咱却干那要爱掠咱家己安尼捌看见的、耳孔捌听见的，咱所想会到的，来伫遐来安尼抽条条，安尼敢是智慧？咱只有摒空咱家己，倒空咱家己，赶出咱做咱心中遐无属上帝的心意。搁一摆将这个原底无属上帝遐个世间的这个安尼无合上帝心意的这个那个价值观，咱拢甲安尼甲并联转甲安尼摒走的时阵，互主
来踮伫咱的心内的时阵，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只有摒空咱家己，无任何的欲望甲想法，凡事交托咱的主，主就要踮伫咱的心中，伊要重新来重建伊的圣殿，踮伫咱的心底。上帝国就要临到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伫咧今仔日领受即个大灾节期第3主日的即段经文的时阵，搁一摆求主帮助咱，互咱搁一摆来重新思考，咱将有真正摒空咱家己嘛？咱将有安尼将咱心内所想的完全拢倒空嘛？当你的手内底抓到侪侪物件的时阵，上帝要互你有搁较侪的物件要赏赐互你，你永远抓袂牢。你只有将你手内底所放掉、所抓到的，甲伊放掉，你才有法度去领受上帝要对天顶来赏赐互你。迄个安尼，迄个国大是超过你所想象，迄款的恩典要伫咧你的安尼临到伫你。如果你若是无放掉你所有你原底本底你家己所掌握的，你永远抓袂牢上帝的祝福。当咱伫咧即个大灾节期的时阵，咱需要好好搁一摆来深想，咱到底安尼将咱家己亲像咱来用咱的精神来看咱家己，咱的心内到底咱摒空到什么款的程度？是咱的心内底幽怨，抑阁充满了侪才会亲像才会伫遐咧安尼卖牛、卖羊、混鸟，以及伫遐咧换钱的才会啦，踮伫咱的心内。咱来好好去想想，咱来讲，我的心内也无伫遐卖牛、卖羊、卖混鸟，我也无伫遐换钱。安尼，咱永远幽怨，抑阁是共款的迄个老我。永远抑阁是伫遐咧，安尼干那是自我。只有咱欢喜来将咱心内所有一切拢摒空，无搁再有任何的遐个安尼想法，独尊主最大，互主伊伫咱的心内做主做王，互主伫咱的教会做主做王，咱才有法度看见上帝国临到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我的主，我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透过着今仔日阮所领受的即个经段，主你怎样入去到伫原底属伫你的圣殿，伫遐来赶出侪侪，才会伫你的圣殿内面。伫遐咧，安尼充满了侪侪买卖，以及伫遐咧做生意的主啊，咱也求你来进入伫阮的心内，来除去阮心内所有这个无属伫主你的，互你亲自来安尼踮伫阮的心内，伫阮的心。坐位掌权做王，阮才有法度去经验着主你所要真实来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个人身上，遐特别主你的心意，迄是对你创世以来，主你就已经决意要赏赐互阮的。主，咱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安尼学习放下阮家己的权力，互你家己亲自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管，互阮欢喜转去到伫阮做人的本位，互上帝来做上帝，互主你来做阮的主，阮就要看见你的国临到伫阮的中间，但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也食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互阮不断性命得到换新，欢喜来将阮家己本身交伫主你的手中，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免。
请咱同齐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253首，圣诗第253首，上帝权能实在奥妙，请起立。请坐。这时，咱要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先毋免奉献。咱请李恩师执事曾建民执事来服侍。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当我恨你最
当然你互阮有这时间来到你的店，来到遮来敬拜你、学你，安尼啊。有你说阮智慧，因为阮所有的财宝拢有伫你的点，是吧？求你，互阮有放软阮的心，除去阮的骄傲，互阮会当拍败伫你的骹前，求你怜悯。当阮摕出你所顺序的同步来做教会内容，求你感纳，阮来奉献祈祷，奉是奉救主的圣名。阿门。感谢。好，咱来讨咱今仔日的金句哦。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哦，请翻开我们的夹页，里面有。我们先读和合本的修订本。好，又对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把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再来，哦，咱来读台语日本的汉字，来，伊个对袂分教的人讲，遮个拢搬出去，唔通互我的白厝变做买卖的厝。报告的事项，今仔敢有第摆来的兄弟？好，那无咱来报告，报告。哦，请翻开周报夹页的第5页。哦，第一项，2月21、28有小会决议，有下面的8点。第一个。接纳2021年的定期会员和会手册应出席的名单。2、接纳追认2020年9月27号小会通过之2020年预决算追加减案。3、接纳2020年教士会务会计决算与预算简章报告。4、选派方美珍、郑美珍2位为2021年的简章委员。5、接纳各团契的报告。6、接纳2020年度定期会员和会手册，依据所有修正内容予以修正后，重新印制30份，1份交总会，2份交北部大会，2份交中会，其余的由教会与本会小会员及会计出纳等存档。7、接纳总会交易委员会借用场地。8、接纳第2堂礼拜程序规划及办法。好，第2大点。2月28日长执会的决议事项有这4点。第1点，接纳2月份的收支月报表。2、接纳受难周祷告会的服事轮值安排。3、接纳新版圣诗的购买，并开放信徒同步购买更新，同步享有折扣。4、接纳2020年的野外礼拜计划及预算。好，第3大点，3月11日礼拜四上午9点半，在本会交谊厅有松年团契有乐龄的活动，欢迎长辈们来参与。4、3月13礼拜六下午，在礁溪教会有总会办的敬拜与音乐的研习会。那在第2场是在3月14号，主日上3月14号的下午。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在我们教会，也有一场妇女主日的创意礼拜、圣诗及敬拜赞美的讲座。那2场研习会要参加的兄姐，务必向办公室报名，以利主办单位来预备手册资料。第5，请各团契开始预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安排，在下个主日前交给办公室来制作。那有意献花的，请在招待桌来登记。6、成人主日学的开课的时间，那报名表在招待桌。第一项有大卫包生的查经，由我们潘新荣神学生来开课，时间如下哈。再来第2个有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的研经
研读本的查经，由牧师来开课。然后第3，有信仰查经的课程，由李瑞雄长老来开课。那这3项的查经的课程，那欢迎兄姐来参加。第7，4月4日的复活节，要颁发信德奖学金。那申请的人，请在21号前填妥申请表，包附成绩单来交给办公室。那资格如下，请自己参阅。第8点，本年度是我们教会的社教60周年。那教会的公用圣诗也相当老旧，所以年度事工的计划，来购买新版的2009圣诗，同时也欢迎兄姐同步来购买更新，那享有折扣。那有需要兄姐，请在招待桌来登记。第9点，是我们的纪念特看部分，之前都有报告过。好，接着是肢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3月16号在五节教会，有新中南阳区教会举办的2021年度的第2次区会。第2点，本会的李三庙姐妹的令尊李洪文弟兄在3月2日安息主怀，定于3月21日下午在福园的804厅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第3点，4月10号到11号，在台北仁爱教会由总会所办的2021年的志工基础暨进阶教育认证的训练。那全程参加的可获得志工训练的时数。欢迎有志者来参加。第4点，5月8号，我在我们教会举办总会的主日学教材研习会，那请各位老师踊跃参与。费用每人是300元，含午餐、讲义及绘本。那为了要增进我们主日学老师的专业的能力，那参加的有主日学的全额补助。那代祷事项部分请各位兄姐参阅，参看我们的牧会函，并且附上祷告代价。那注意事项的部分一样继续宣导第一个就是防疫的部分，然后还有我们教会的实名制，还有欢迎各位兄姐上 YouTube 的网站来搜寻我们教会的影片。那还有加入我们教会的 LINE 的官方的账号。那上周聚会出席的奉献报告的人数，那请大家参阅。那下周的侍奉，那请各位服事的兄姐自己留意自己的服事的安排。那会计报告部分，那请大家过目。如果有错误的地方，那请向财务的同工来反映。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没有。好，来上营，请咱做伙来吟上营514首，搭尾线会求主赐福。吟诗线请牧师教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为主靠。
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你搁一摆来帮助阮，来看见阮是遐尼啊卑微软弱，阮又搁是遐尼啊无够格，也求主帮助阮，因为阮安尼软弱低到阮自高，求你帮助阮，会晓得放下阮每一个人个人的权利，来互主你来安尼踮伫阮的心内做主做王，来管辖掌管阮的一生，互阮会通经验着主你安尼出人意外的平安伫阮生命的每一刻。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